仙教拜火教，波斯现在叫伊朗，波斯的国教呢。北魏的时候就传入了。老子被称为太上老君，就是北魏开始的。太上老君，道德天尊，农历2月15日，圣诞。仙教也是北魏的时候，魏晋南北朝，北魏的时候传入了。北魏后来分裂为东西魏，东魏变北齐，西魏变北周。后来杨坚篡北周嘛，然后建立隋朝，隋朝之后唐朝。仙教拜火教，现在的伊朗，古代的波斯，现在的伊朗是变回教的，信回教的。2026年3月下旬，美国打伊朗，说为了反对那个伊朗有核子武器的，要把它没收那个高浓度的铀了，这样子还是找不到嘞。目前听说还没有办法找到。